放眼大台南，拓展新观点。观众朋友你好，我是杨维珍，欢迎再次收看《放眼大台南》节目。有人向我推荐一间餐厅呐，而这间餐厅呢，它特别的是，它把所有的小吃都汇集在一起。我们那时候在想啊，这老板到底是什么样的构思，能够把所有的小吃都全部汇集在一起？当时我就在想，果然是赚大钱发大财的人哦。像我就没有这种生意头脑，所以我注定可能发不了什么样的大财哦。那至于说他们里面有什么样的佳肴呢？现在我就要进去品尝，看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佳肴可以让大家这么为之疯狂呢？位于老街的美食文化馆，店面由高处修改梨形，走入店内，朴实的木椅、木桌，让人忆起农家景象。内部尽管重新装潢，业者仍保留日治时期的防空洞，供来店用餐的朋友参观。防空洞哦，其实在安平最早之前哦，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因为靠近沿海那个战争的地带嘛，是后来，有很多家都把它填满了，因为我们刚好是在做生意。所以那时候市政府就过来辅导我们，说希望我们能把它保留起来，让游客认知说哦，防空洞是怎样。因为现在有很多小朋友都不知道防空洞是什么，都会以为那是一个地下室，因为现在的高楼大厦都有地下室嘛，对所以我们就有把它保留起来有开放给游客参观让小朋友认知说，防空洞的由来是怎样由来了。老板娘还亲自带我到防空洞瞧瞧。看一下这我们比较特别的地方一般防空洞可能就没有做那么多的出口。再来就是有一个是这个出入口是在我们的房子里面这样子。来到这里，一次就能吃遍众多国宴小吃，这也是吸引许多人慕名前来的原因之一。大家都说安平有三宝有虾卷蜜饯豆花。对因为我们当初刚在做起步的时候，其实生意也是不好就慢慢就想说要不然我们把东西聚集在我们店里面，让客人一个方便，可以一次呢就把当地安平的小吃呢一次把它吃够足够，这样子不用一家一家的跑。将所有的古早味齐聚一起，一次就能满足饕客的味蕾。还真是个好点子。以前都是吃大鱼大肉的，哇，我真的是很害怕自己的体重会飙升还好，我是一个非常注重养生的人，所以体重没有飙升。现在看到我前面这么多大的小吃，我想应该体重不会飙升才对。刚看到这么多的小吃呢，我们一定要请人家来介绍。而这一位呢，非常重要的人物，他要介绍的就是老板娘。老板娘是侯淑玲，侯小姐。老板娘你好。你好，梁姐你好。老板娘，这么多道小吃，你要从哪道开始为我们介绍呢？我从我们家的招牌菜开始介绍。好，哪一道？这一道呢是我们家的招牌虾仁骂丸。虾仁骂丸对，它有什么不一样嘞？它是用它的皮呢是用再来米磨成浆下去做的，所以它吃起来的口感呢软软 QQ 的。软软 QQ 的。对，你可以尝尝看，它里面包的呢是我们爆香过的后腿猪肉。这个是什么黑呀？那个是灰烧黑。灰烧黑不在地人岸边较有的。对。那南部这边才有的。火烧虾。好，然后吃它的 Q 度。对，你吃它的皮，它的 Q 度很好吃。Q
Q 哦，因为它是用米浆下去米浆啊，对，米浆用米下去磨成浆做的，所以它跟外面的那个比较霸王比较不同的，有的是它是直接用粉下去调的，嘿，所以你们是用米浆下去磨的，对，是，而且它的佐料啊是我们自己特调的，嘿。老板娘，你怎么那么了解我？我好喜欢吃那种苦的东西呀，像麻糬呀、珍珠啊，最好吃的米糕都不一样。觉得哦，嘿，北中南各地的霸王都不一样哦，有的是用油炸的，对，然后但是台南的是用清蒸的，对，清蒸的有个好处就是一卡没油啦，所以热量嘛它给。是，这个真的好吃，我喜欢，真的，而且你们的酱汁非常的好。再来就是说，你看它这个没有沾到酱汁的这个白的哈，有点那种透亮的，对，那透亮的有点给我感觉啦，是有点像那个和田玉，白色的和田玉这样子，然后有点透光这样子，非常的好看哦。好，那接下来呢？接下来我来介绍一下我们家的招牌肉燥藕桂，藕桂啊，对你注意看哦，我们的藕桂它是整块都是芋头抛丝下去做的。咦，那我想请教你喽，这个芋头啊，你们是用哪里的芋头啊？我们芋头都是看季节性诶，它的季节有时候是大咖啦，或是咖参啦、辣咖，嘿，也季节不同，嘿，对，出来偶尔的不同啊，我们都是会挑选它最好的那一部分下来做这样子。既然是恁的招牌，嘿，对，来你也食看卖。这那我当过吼，这个就是我的呀。是。你的蚵海香诶。是。真正哦，为什么吼？你看看哦，阮的蚵仔一个特色，伊就是食冷的。为什么伊爱食冷的呀？因为阮规地拢是蚵仔落去做，你伫外口所看到的蚵粿啊，伊下底就是有一点粉，甲伊凝固。你搁安那改粿吹改粿加咧，伊拢袂散去。毋过阮的蚵仔无共，因为伊规地是拢用蚵仔落去做的。你若搁一直改加咧，伊的蚵仔会散开去。嘿，所以你来到阮遮食蚵仔是伊温呢，打油哥是烧的，把它淋上去。所以你吃到的藕啊，它有带到它的甜度，它的 Q 度在。对啊，难怪会 Q 哎，很特别。对，这一道是我们店里最抢手的。最抢手的。对，我们来尝一下我们的鼎边错。鼎边错啊。对，我们鼎边错的它的汤呢，它是用大骨、鱼骨下去熬的。你待会喝到它的甜，它的汤的甜度啊，是实实在在的。它是一道非常传统的小吃。其实讲到鼎边错，大家联想到的就是基隆。其实我不这么认为，因为我一直认为鼎边错是台南的东西，你知道吗？对啊，最早期，在台南地区啊，最早期卖鼎边错是在那个沙咖喱吧，中正路的沙咖喱吧，因为安平它其实。伊做早进前就拢有咧做这个嗲比色，这个口味，因为安平靠近沿海嘛，靠近沿海，因若想讨海转来的时阵，无物件好食，因就想要无咱就来甲咱的米饭村米来甲吼，来甲伊做一领嗲比色起来食。最早前因伫安平沿海食嗲比色是煮沙鱼肉。沙鱼肉。对，煮沙鱼肉，因为即马沙鱼保育类嘛。所以不能用阮就甲伊改做沙白鱼。阮就用沙白鱼来甲伊煮沙白鱼，搁蚵仔，因为蚵仔是伫咧安平沿海即个当中吼，上介好采收到的物件。甲掺着内底有金针啦、蒙蜜啦、笋丝啊，它吃起来很有饱食感。对。接下来吃一道也是我们的招牌蚵仔煎。我一看就感觉恁的蚵仔煎为什么遐尼大哈？这是一人份，对，单点的1人份。你注意看哦，我们的蚵仔煎大。你要看我的蚵仔煎是做脆皮的，脆皮的。对，伊食起来做咸饼咧，脆脆。
有吃过脆皮臭豆腐，我们吃过脆皮鹅啊煎哈，哦，这特殊呢，这特殊诶，吃看卖，吃看卖，你吃看卖嘿。你看是第一届吃的就是脆皮鹅煎哦。哦，你看哦，它的旁边是脆的，里面的粉是 Q 的。很脆，很脆哦，很像饼干耶。对，很像饼干。我们的做法跟外面比较不一样。我们是蛋先下去煎，再用蚵仔下去。因为你如果先用蚵仔的话，它旁边的粉会没办法做到那么脆，而且它的蚵仔也会焦掉。对，所以这是我们师傅用心做的。真的，而且你看啊，里面这边啊。我吃到的是 Q 的，对，这一套其实我们的蚵仔煎会改良是这样，是因为我们店长他的儿子很喜欢吃蚵仔煎，他一下课回来一定是必点说：“爸爸，我要吃蚵仔煎。”啊，你知道小朋友，因为你那个粉太软太 Q， 他会噎到。哦，对对，盖掉，对，嘿，所以我们店长就开始研究说：“哎，我蚵仔煎要安怎蒸对囡仔食到伊较袂盖掉。”所以开有出产着这道脆皮蚵仔煎出来。天哪！看咱这内底料是安怎吼？哦，蚵仔这么大哦，可是侪粒呢。是啊。哦，这是电脑镜的哦。电脑镜的，大家从白大粒。哇，哦，够大粒吧？尤其阮安平沿海靠近沿海出来的蚵仔吼，它很鲜美，又很鲜甜。试试看，有海口味的口味出来，有，真的，这一道我喜欢，你喜欢哈？真的，谢谢。光吃了皮就够了，太好吃了，太好吃了哈。对，而且这个蚵仔煎呢，它是有故事哦，跟郑成功有关系嘛。然后安平的小吃有2种是跟郑成功有关系的，因为郑成功那时候来攻打台湾的时候。他其实是要把台湾收复啊，但是因为荷兰人换了郑成功打赢了，这北松快哦，不爽快的结果，他就把所有的粮食全部都把它没收起来。那这时候没有办法中秋节的时候，你要祭拜水神，要用到粽子啊，没有粽子的情况怎么办？他只好用那个蚵仔然后加那个。米浆啊，对，然后弄成打浆加水，然后再来呢，或者加一点这个豆芽菜，然后这样把它煎成饼，这样子把它就当成粽子这样吃，然后结果后来就一直流传到现在了。是，就把它延伸到这。对，好，那接下来呢？接下来吃一道我们的虱目鱼粥，沙白鱼梅哦，沙白鱼梅对。一定了解啊，这一下。尝尝看哦，我们的虱目鱼粥很特别。对，好，你看，我们是整条的那个虱目鱼，它是鱼背，一规条都没起，对，你待会可以尝尝看。大上个惊起的，沙白鱼就是这绝对都没起对。而且我嘛有掺着蚵仔，把伊的甜度把它带出来。再来就是咱台南人上爱吃油条。哦，对啦，油条，油条，食什么物件来配一个油条，汤啦吼。对，再来我内底有蓝水丝，要提出着伊的口感出来，来你尝尝看。真的处理过的不一样不一样哦，完全没有鱼刺。对，然后那个食沙白鱼上盖行就是鱼翅啊，我那个鱼翅哦，我那是上着食鱼翅哦，我都规日卖食，真的。伊是完全厝甲拢无刺，而且伊厝开迄块肉佮拢袂涩。是这条鱼肉多好一杯沙白鱼有一条尔。嘿，对，佮是伊伫个上嫩的部分，伫个鱼肉当中，而且我们佮有咱安南区台南所种的蒜头，你可以摆包厢。就是这个物件，所以恁一半食起来，我感觉，就算讲唔敢食鱼的人食鱼汤的人，伊真样。伊买当食，因为你这味已经无臭臭，对，无臭臭味。
那条是木鱼贝，真的很好吃，好吃哦，真的好吃。接下来这一道，来咱讲到沙白鱼。哦，沙白鱼会当做的料理足济嘛，嘿对。啊，所以伫咧南部呢，上有名就是鱼羹啊，沙白鱼羹，嘿，以前是拢会用白巴啊，嘿，对。啊，我们现在把它改成虱目鱼下去做，嘿。啊，在南部吃的鱼羹，你会觉得说，跟北部吃的鱼羹比较不一样，它有一点偏甜。南部人一定爱食淡薄甜啊。对。咱我去北部吼，我食迄个，食着迄鸡的物件吼，无甜我感觉哦，那歹食。无想着食鱼食鸡吼，对啊，嘿，而且咱南部人拢会淋一种醋，这叫做米醋。米醋。五印醋、五印醋，嘿，有时吼，阮若拄着北部的人客吼，伊就讲。小姐，恁这款物件敢伤歹去呢？因为有淡薄酸，有淡薄酸，有淡薄甜。对，啊个伊的味是米落去发酵做的醋味，所以你刚刚评了，根本是超生，其实它不是。对，你吃到最后，你的嘴巴会是微甜酸酸的，有恋爱的滋味哦。对，来，这个哦。讲到这个为什么会酸酸甜甜的，就跟福州菜的特色是一样的。因为福州菜它也是这样酸酸甜甜的。是。所以真的，来你尝尝看。你如果说真的台南哦，你食鸡哦，无食淡薄仔甜甜哦，迄真正无像鸡啊。无像南部人的口味。哇，真的。好好吃哦，真的，那个鸡太好吃了，而且你们这个鱼羹这包酱起来，这 Q 呢？这 Q 哦，这扎实哎。对啊，真的扎实。扎实哈。好吃好吃。谢谢。我没有吃过那么扎实的哎。真的哦。真的，没有骗你。那是用蛋，还有用那个师傅这样大力的给它敲打，一直敲打，敲打让它的鱼肉跟那个鱼浆把它那个结实，对，起来它的。我靠，这样怕怕。怕，对，嘿。很扎实，真的，这是真材实料。我们老板的用心呐。对。咱台南人吼，咧食肉色饭、食米糕吼，拢会做习惯配一个汤。鱼丸汤。对。来，你尝尝看鱼丸汤。好。这鱼丸汤吼也是一样啊，有带到我们台南人爱吃的油条。对，赶快。讲到这个鱼丸哈，要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哦，跟大家分享一下。这秦始皇我们都知道他是暴君嘛。然后他暴君是怎么样呢？他只要吃到鱼刺啊，他就非常的生气，然后就会把那个御厨给杀掉。然后，因为你知道那个鱼刺哦，只要拍出力啊。对。然后他就这样杀了好几位御厨之后，终于有一位御厨，他免死。为什么？因为他就想说，那个御厨就说：“天哪，这到底要怎么处理？”这处理耶，可是又很急，怎么办？他就拿那个刀背啊，底下一点，咚，然后剁到最后，从鱼肉变成鱼泥呀。这时候就很好把那个鱼刺掏出来啊，挑出来之后呢，可是那时候大家又在催，太监又在催说快点，赶快把东西做出来。他无奈之下就只好干脆，已经变成泥了嘛，怎么办？他就干脆就把它捏成一小团丢入高汤里面。想不到这个秦始皇居然爱上这个鱼丸对。然后他想说，那怎么那么好吃？他觉得是人间美味。后来那位厨师呢，他就保住自己的生命了，然后也获得秦始皇的欢心了。这是一个死里逃生的一个故事哦，真的非常的不简单哦。好，那我们来吃看看这个鱼丸，这也是你们自己做的吗？对，我们自己做的。也是很扎实，很扎实哈，对，真的。其实它是跟那个
鱼羹的那个鱼浆是一样哦，只是它一个是做清汤，一个做鱼羹的这样。就跟那个鱼跟那个一样，对，很扎实。是。你们厨师不是要很用力打？对啊，那个又没有办法用机器打。他是不是要像那个食神电影里面一样？咚，然后这样那个，那是什么丸呐？牛肉丸哦，是不是？然后它是被然后弹起来。好吃哦，好吃。来，最后一道，我们来介绍我们在地安平的食材。鹅啊！对，你知道安平靠近沿海，鹅啊是最多了嘛？你要去把它那个鹅啊的那个甜度把它煮出来。对，我们就用了姜丝啊、咸菜去把它提味。为什么会想到要用姜菜？因为咸菜是不是酸酸甜甜嘛？是。鹅啊伊有臭臭味，你若甲用姜丝落去呢，是不是迄个姜丝伊的味道没有办法压不住？对，所以呢，我们就用一点点咸菜去把它压看看，结果起来真的是人间美味。这也是你们试过之后对才发现的。对。真的完全没有腥味哦。对。富有台湾特色的平民人气美食，香而不腻的肉燥与晶莹剔透的米饭，深受民众喜爱，是许多人必点的美食之一。CNN报道，IG Talk 伊娃表示，米糕是他最爱的米食之一，尤其在寒冷日子里最渴望的疗愈食物。绝境弹牙、软中带 Q 的米糕，淋上肉燥酱汁，煮到入味的肉燥，撒上鱼酥，配上几粒花生，绝对好吃到令人还想再来一碗。用餐时刻，只见门庭若市，熙熙攘攘，人来人往，随踵而至，川流不息，令我好生讶异，想不到会有那么多人前来品尝。听很多网友还有很多朋友啊，要介绍我们这一家桂记的那个这个美食可以集合到我们安平这边很多的美食，这边我们不用一家一家的去逛去吃，然后在我们这边桂记的这家餐厅来讲我们都可以享受到，比如我们蚵仔煎啊还有那个虾卷啊还有那个沙巴鱼梅啊还有这个藕桂啊，这些都很好吃。就是说我们在这家店，就是说可以吃到我们在地的那个安平这边的美食，我们都可以尝到这样子，对我们来讲是很方便的哦。就我们今天同学一起约一约，然后就出来台南玩，然后就朋友推荐这一间进来，对。就蛮 Q 的，对，然后又蛮好吃的，对。它跟外面的蚵仔煎有点不一样，是因为它的表皮比较酥脆，跟外面很不一样，不是软软的。想要一次就将所有的小吃全吃到，来到这里准没错。各位看官，这样您就不需要跑东跑西了，多方便啊！一次吃完了10道料理，哇，肚子真的是非常的饱啊，饱撑了。如果说呢，观众朋友，你想要一次呢就吃遍了所有台南的小吃，你可以考虑我们今天为您介绍的这一家餐厅哦，真的是你只要在一家店，所有的小吃你都吃得到了，你看多划算啊，不用东跑西跑，你看多棒啊！所以呢，如果真的想要吃完了这个安平的所有的小吃呢，不妨来到今天为您推荐的这一家店。感谢您收看《放眼大台南》节目，我是梁慧珍，再会。